其實人之初可以性善，亦都可以性惡。養過小狗小貓嘅人都知道，初生嘅小狗小貓完全好似一張白紙，若被寵愛，個性便好可愛 sweet。可唔可以係若一出生便被虐待，個性便躁狂 cynical？ 另外一個例子，生小孩時，一個身體要穿越陰道，肯定係一種刻骨銘心嘅痛。呢個係因為嬰兒嘅身體喺經過陰道時會大大逼緊陰道，呢種拉扯嘅劇痛會令腦垂體分泌催產素 oxytocin， 一方面令子宮收縮催產，另一方面產生愛意。剖腹生子唔會拉扯陰道，亦就唔會引出催產素，結果母親唔太愛嬰兒。原來催產素正正係關來他人無私嘅愛嘅根源，只要能令腦垂體分泌催產素，便能引出大愛、平常心、快樂。打坐可以有平常心。打坐時，腹部嘅橫膈膜慢慢壓住小腸同大腸，刺激視絡細胞 enterochromaffin cell 分泌血清素 serotonin， 又叫 5-HT5 hydroxytryptamine。HT 會刺激腦垂體分泌催產素，於是喺打坐時平靜嘅腹式呼吸，自自然然咁製造出催產素而快樂。其實皮膚中嘅肥大細胞 mast cell 喺受到刺激後，亦都會分泌 5-HT， 於是溫暖嘅陽光、日光浴、溫暖嘅桑拿、溫暖嘅水、溫泉都能夠令人輕鬆同快樂。有冇一個健康食品能夠引出 5-HT？ 有叫丁酸鹽 butyrate。